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火炭駿景園，睇一個實用面積958尺，間隔實用，有新淨裝修，間隔係3房1套加工人套房連儲物室嘅優質筍盤。呢個單位仲望到開揚嘅景觀，我哋而家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7座，實用面積958尺。客廳嘅露台外望一片開揚嘅景觀，除咗望到山景之外，亦都望到優美嘅內園景緻。單位附設新淨企理嘅裝修，客廳面積寬敞，係長形嘅左右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大型嘅儲物櫃都冇問題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。廚房保養新淨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同時放到雪櫃同埋洗衣機。喺廚房入邊有個曬晾嘅位置，可用作雜物房。入邊嘅工人房有窗，空氣流通，設有獨立嘅洗手間。穿過走廊，第一間嚟到嘅係儲物室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洗手間，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保養新淨，光潔明亮，係用企缸嘅。第一間睡房同客廳一樣，望到開揚嘅景觀，可擺放雙人床同訂做衣櫃。第二間睡房間隔方正，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主人套房面積寬敞，除咗放到雙人床，三邊落床都冇問題之外，訂做咗入牆嘅置頂衣櫃。主人房嘅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係用企缸嘅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